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3月5日，樓市持續熾熱，新盤銷售交投活躍，尺價亦屢創新高。上月底發表財政預算案，將1億元以上的超級豪宅厘印費調高。不過新稅制亦無阻高價成交。新地發展位處啟德跑道區的超級豪宅天璽海，昨日成功以招標形式售出全維港海景4房大單位，剛售出為第一座23樓 A 單位4房3套間隔，實用面積2141平方尺，成交金額逾1.39億元，成交車價65000元，刷新啟德區一手分層標準。住宅單位的成交金額及尺價雙紀錄，亦是屋苑今年第2宗破億元成交。另外，永義國際位處堅尼地城海旁擅藏新盤海娛，首批推出的48伙單位以招標形式出售，最終招標首日已全數沽清，共套現4.1億元。其中尺價最高為16樓 E 單位，實用面積412平方車的2房單位，成交價1172.7萬元，車價高達28,464元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